根据目前的 X 光片，您压到的那个地方有骨折。根据显示的天光片，现上侧的各界蔬菜骨头就断开。根据显示的天光片，现上侧的各界蔬菜骨头就断开。这个需要开刀。俩爱开刀，俩爱开刀。请问医师，如果是打石膏呢？请问医生，那是打啥个嘞？请问医生，那是打啥个嘞？相较于单纯打石膏，开刀会让您复原的比较快。和单纯打砂膏比起来，开刀袂得现较紧好。和单纯打砂膏比起来，开刀袂得现较紧好。后续我们将会诊骨科，再为您做进一步解释。过来，我因袂和骨科会诊，暂个改现做进一步的解释。过来，我因袂和骨科会诊，暂个改现做进一步的解释。您最后一次进食是几点钟？现头每一摆食物件是9点。现头每一摆食物件是9点。今天早上8点钟。建议清早8点。建议清早8点。哦，我们建议是空腹再开刀。我因建议是空腹再开刀。我因建议是空腹再开刀。要请您从现在开始不要吃东西。我会从现在即马开始卖食物件。我会从现在即马开始卖食物件。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些开刀前的基本检查。接落来，我因会搁做一道开刀前的基本检查。接落来，我因会搁做一道开刀前的基本检查。请问开刀前要空腹多久呢？请问开刀之前要空腹几久嘞？请问开刀之前要空腹几久嘞？至少要8个小时。最少要8点钟。最少要8点钟。所以还要8个小时才可以开刀吗？所以也要8点钟才要准开刀，是唔是？所以也要8点钟才要准开刀，是唔是？是的，除了非常紧急情况，一般我们会建议空腹后开刀。是，除了真正紧急的情形，普通我因袂建议空腹了后开刀。是，除了真正紧急的情形，普通我因袂建议空腹了后开刀。因为有些患者在麻醉过程中会呕吐，认为就这条病人打麻醉过程不吐。认为就这条病人打麻醉过程不吐。这些会增加风险。也会增加风险。也会增加风险。哦，了解。那请问手术后完全康复的几率有多高呢？了解。请问手术了后跪下恢复康健的几率有几个嘞？了解。请问手术了后跪下恢复康健的几率有几个嘞？如果手术过程顺利，身体的功能可以恢复到很好。假使手术过程顺利，身体的功能不能恢复得真好。假使手术过程顺利，身体的功能不能恢复得真好。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，我们后续会请骨科医师一起会诊。尤其是长显癌的少年人，我因过来要请骨科医生做副会诊。尤其是长显癌的少年人，我因过来要请骨科医生做副会诊。需要住院几天呢2入院大叫你嘞，2入院大叫你嘞。以您的这种情况，通常需要住院时间是3到5天。就现这种情形，普通要待3日到5日。就现这种情形，普通要待3日到5日。不过，我要跟您说的是，医生不过指路人，养病全靠自用心哦。不过，我会头甲现讲的是，医生不过是指路人，用品全靠一家用心哦。不过，我会头甲现讲的是，医生不过是指路人，用品全靠一家用心哦。谢谢医师。罗拉医生，罗拉医生，您好，
我先帮您抽血检查，还有打点滴哦。很好，我先甲咱收费检查，也就得太棒哦。很好，我先甲咱收费检查，也就得太棒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再帮您消毒，会有点痛。我甲咱小吐，要就这条我切。我甲咱小吐，要就这条我切。好了，如果还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再询问医生。好啊，那迄也就要加疑问，要怎个问一声？好啊，那迄也就要加疑问，要怎个问一声？这是办理住院手续单。在迄片入院收手单，在迄片入院收手单。请您到医院门口处的左边柜台办理住院。抢很开片院门口的倒手咧，开太片入院。抢很开片院门口的倒手咧，开太片入院。谢谢你，我现在就去办理住院。罗拉hen，我你们去去骗入院。罗拉hen，我你们去去骗入院。等你们完成住院手续，等很人片后入院的手续，等很人片后入院的手续。楼上病房护理柜台会通知我们。流动病房护理柜台要通知俺人，流动病房护理柜台要通知俺人，就能带您上去病房稍作休息。七别让图片去病房遐困，七别让图片去病房遐困。好，谢谢你们。罗拉hen，罗拉hen。